僕人敬聽三代經課6月15號三一主日，約翰福音16章12至15節。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，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。但真理的靈來的時候，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，因為他不是憑着自己說的，而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，並且要把將要來的事向你們傳達。他要榮耀我，因為他要把從我領受的向你們傳達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說，他要把從我領受的向你們傳達。呢段經文係講耶穌對門徒話，仲有好多事要話俾佢哋知，但係佢哋而家唔能夠承擔。佢應許真理嘅聖靈嚟到，要引導佢哋進入一切嘅真理，並且將從耶穌領受嘅啟示傳達俾佢哋。聖靈嘅工作係榮耀基督，將神嘅旨意傳遞俾信徒，使到信徒明白並且活出神嘅心意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神嘅啟示係漸進嘅，按住人能夠承受嘅節奏去賜下。我再講一次，神嘅啟示係漸進嘅，係會按住人能夠承受嘅節奏去賜俾我哋。第二，聖靈係真理嘅引導者，幫助信徒認識基督。我重複，聖靈係真理嘅引導者，去幫助信徒認識基督。第三，聖靈榮耀基督，亦都幫助我哋活出基督嘅生命。我再講一次啊，聖靈榮耀基督，亦都幫助我哋活出基督嘅生命。反思問題，我有冇敏銳聖靈嘅聲音，喺每日生活裏面順服佢嘅引導呢？我再問，我哋有冇敏銳聖靈嘅聲音，喺每日生活裏面順服佢嘅引導呢？實踐行動，每日朝早祈禱，聖靈啊，今日請引導我行喺真理當中。我再講一次，喺每日開始嘅時候祈禱，同聖靈講，聖靈啊，今日請引導我行喺真理之中。讀經分享，今日嘅經文雖然只有4節，但係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樣睇到有啲一頭煙呢？聖經入面其實總會有啲時候，有啲經文驟耳聽落去，個個字都識，句句都啱，但係串埋起嚟就好似有啲複雜，唔係好知重點想講乜嘢。我唔係要解經俾大家聽啊，我實在係冇資格，只係想強調喺呢啲情況，我哋可以用心讀出當中嘅你、我、他，尤其係牽涉呢啲3個位格，仲有你我之分嘅經文，因為喺呢段經文裏邊真係集齊晒我，即係耶穌，你同你哋即係門徒，他即係聖靈，而第13節嘅他自己亦都係聖靈，15節嘅父即係上帝。小心喺呢啲主語嘅名字用力多一啲啲，喺嗰啲賓語嘅名字之前略頓一頓，都可以稍微幫助讀者聽得更加容易一啲嘅。對於我自己呢，經常都會用多一個諗法去幫助自己，就係幻想自己已經背熟晒呢啲經文噶啦，喺一個台上面宣讀俾人知道。讀到上帝呢，就會遞一遞手望高一啲，聖靈呢就會攤手向旁邊嘅聖靈咁講。讀到你或者門徒呢，就會傾前身體望眼前嘅觀眾。讀到自己就手按着心口去表達。我讀嘅時候，心裏邊就係會諗住上邊、旁邊、前方，從自己內心4個方向去分清自己正喺度講緊邊個人嘅事。自己讀得清楚明白，都希望能夠讓聽眾可以聽得清楚明白一啲。老實講，不過如果你覺得我讀得好嘅話，唔多唔少都應該有啲幫助嘅。
我讀多一次啊！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，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。但真理的靈來的時候，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真理，因為他不是憑着自己說的，而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，並且要把將要來的事向你們傳達。他要榮耀我，因為他要把從我領受的向你們表達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說，他要把從我領受的向你們傳達。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